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看到防疫这段时间，真侪人拢乖乖踮伫厝内，唔敢出门，也哑铃运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有几落个音，会当读做哑铃的哑，这是文音。本来是咧形容乌鸦才会鸟的叫声，另外鼻音读做意思是讲袂讲话，像咱讲狗，也毋过狗嘛无一定拢是无好的话。咱来带大家做伙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拄则讲到狗代表袂讲话，像古早有个囡仔若是伤过头教话，时代会讲你若无讲话，无人当做你是狗。当然这是较无客气的话，也毋过伫咱台语也佫有一个较特殊的用法，就是果子内底若歹气袂大，无法度结果子，或者是豆仔无法度发芽，咱嘛会讲狗。另外台语也佫有一个较特别的讲法，就是拗翕热的天气，古早讲是狗日。第二个词读做哑铃，这个词唔是即马才有，差不多100多年前台语字典就有收这个词，这是一款运动器具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伤过教话，做伙租厝的同学，甲伊话声讲，莫讲话，无人当做你是狗。伊阵啊激气唔讲话，伫咧大厅行哑铃运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会当读做甲这是文音，另外鼻音读做提供予大家参考。